係啦，咁多位最衰教車師傅我戴住頂冇人老衰咧，戴冇衰啲定係冇戴冇衰啲啊，都唔關你事。關你事嘅就係車重控制不當。你係咪喺考試嗰陣或者學車嗰陣咧，都覺得唔知點樣控制車速？因為近排咧好多學生肥咗就嚟揾我最慘嗰啲學生唔係跟我學車喎，係肥咗之後再翻嚟揾我學車嗰陣，佢就會問我啦：喂，最衰教車師傅，我上次衰咗車重控制不當啊，話我揸得太慢啊，話我揸得太快啊。好啦，咁樣點嚟定太快大望？你知唔知咧？今日我就話俾你知，你唔中意睇就熄咗佢，唔好睇我。我驚睇完我個樣之後咧，你會發惡夢啦。好啦，車重控制不當啦，其實咧係冇車重控制不當呢句説話嘅。考試亦都唔會考你車重控制不當嘅，但係喺考路試嗰份表格入邊咧，我都要寫低啲貓字，好似唔記得。喺考路試嗰度咧，第36行嗰張表格就會有一行咧叫做未能調整車速以適應交通情況啊。咁好多學生就同我講啦，話唔係啊，之前個導師聽清楚，我係講導師唔係講師傅啊。咩叫師傅？咩叫導師？你自己諗下啦。之前個導師同我講轉彎一定要快唔好阻住人啊！哎呀，我行咁快會肥佬噶。我話絕對冇呢樣嘢嘅。點解我夠膽講絕對冇呢樣嘢？因為我有師傅噶嘛，我都會問翻我師傅。問翻我師傅係咩咧？就係問翻我師傅道路使用者守則。道路使用者守則裏邊咧，喺第5章，我成日同你哋講啦，喂，你哋成日睇道路使用者守則啦，睇第5章啦，但係個個都當我耳邊風，因為佢哋會覺得揸車梗係揸住架車嚟學㗎啦，睇道路使用者守則有鬼用咩？道路使用者守則就係話俾你知你要練習啲乜嘢，同埋點樣做可以符合到道路使用者守則入邊嘅要求。你唔想知唔算啦，我讀俾你知啦。喺道路使用者守則裏邊嘅第55頁我揭翻先啦。第55頁呢度咧就有講到嘅駕駛速度。哇，咁多字好難明喎，唔緊要，你叫我讀晒我都唔會讀俾你聽㗎啦。因為我衰啊嘛，我淨係讀部分俾你聽啦。如果沒有足夠唔係冇個果字嘅，如沒有足夠空間暢順地作出反應，以致驚惶唔識讀嗰個字，可能係失措啦，讀書少唔好識字，失措，即表示車輛速度過高或太貼近前車。佢呢度講嘅過高咧，唔係講超速你要記住超速同速度過高係兩樣嘢嚟嘅。我用我嘅解釋啦，未必一定啱但係好多學生用我嘅解釋咧，佢哋都能夠做到考試合格啦。速度過高嘅定義喺呢度講嘅定義，我嘅解釋唔係代表法律嘅要求你要知道法律要求，你自己問律師，唔好問我。佢嘅解釋，佢嘅意思就係我哋做每一個動作嘅時，如果喺嗰個速度裏邊，我哋做唔到嗰個考試動作，咁就即係有機會你嘅速度係夠高㗎啦。咁樣點樣去定義法咧？假設我轉一個左彎，唔係左彎 ，sorry 係左轉先左轉同左彎係兩樣嘢嚟㗎。我做一個左轉，咦？我喺8公里嗰陣係好完全做得到一個考試標準動作嘅左轉，做到跟住下一個圈嗰陣咧，我將個車速提升少少，可能提升到10公里啦。咦？但係10公里嗰陣，我係唔能夠做到一個標準嘅左轉。喺呢個情況咧，10公里咧，
比8公里高咗啊嘛，咁就係代表速度過高。呢個係其中一個原因啦。入邊亦都有寫多一個原因㗎啦。如果有車切入你車前，或者我成句讀俾你聽啦，切入你車前的空位，便應減慢車速，再與前車回復安全距離。呢點亦都係好得意㗎。我有陣時教車期間喺馬路上面見到有啲其他學生學到車啦，學緊車啦，人哋喺佢前面 cut 入去咧，佢係完全唔減速喎，即係個學生我講緊學車者，佢係完全唔減速嘅，由得人哋 cut 入嚟，跟住咧就喺好短時間追貼咗前面架車，咁呢啲亦都係代表車速過高。咁喺呢本書裏邊咧就講咗呢兩樣嘢啦。如果你得閒嘅可以慢慢細心睇啦，入邊都有寫好多嘢㗎。咁另外我亦都喺我教車期間咧，亦都會教啲學生咧，前面架車越走越遠嗰陣咧，我哋就適當加翻速追翻前去；或者前面架車越行越慢嗰陣咧，我哋就適當地減翻速，同佢保持一個安全嘅距離。講到安全距離係幾多啊？好難解釋俾你知。當2秒啦，2秒我諗你哋容易理解。其實你哋都唔係容易理解嘅，你只不過知道2秒嘅啫。好啦，呢個就係第36項嘅未能調整車速以適應交通情況嘅例子。咁好啦，好多時啦，你哋會問啦，點解乜？因為其實嚟講，我哋做教車師傅都有一本叫做駕駛教師手冊。入邊有講到明，我哋係一定要教啲學生嘅乜嘢嘅，但係好不幸，你睇咗就知㗎啦。唔係我不幸啊，係你哋不幸啊。另外，亦都有一本叫做《道路使用者手冊》，入邊係講晒大部分路面環境、考路時嘅知識。咁呢2本嘢夾埋，再加埋教車師傅嘅經驗，佢哋會講到好多嘢俾你知，你哋融會到，你哋考牌係好易成功。好啦，今日講住咁多先啦，祝各位合格。希望你哋唔好發惡夢啦，因為見到我樣啊，遮住先。記住啊，道路使用者守則啊，真係要睇啊！你唔睇唔關我事，肥嘅又唔係肥我。當然啦，要合格嘅話，你揸到點，考官都俾你合格㗎啦。好啦，今日講完啦，唔講啦，係咁啦。